各位有馬房中人戰，大家好。今日賽事係10月4號星期六沙田日馬賽事，總共跑10場賽事，當中包括7草3泥賽事。3場泥地賽事將會編喺第1場、第3場同埋第8場。3場泥地賽事都係跑同一個路程1650米。至於今次草地跑道將會跑 B+2 跑道。呢條 B+2 跑道個闊度有24米，嚴格嚟講呢條跑道嘅偏差唔係太大啊，但比較上貼欄跟前嘅馬較為有利啊。對於後上嘅馬，如果前邊唔係落得太遠，都可以追到。以上嘅數據，大家如果有興趣嘅可以參考下。未同大家分享我哋嘅推介馬之前，先同大家講聲對唔住，唔好意思，因為上次賽事我同大家分享3匹嘅馬，最終結果只能夠跑到1隻第2，一隻第4。當然跑第4嗰隻梗係冇錢收啦。所以我哋喺呢度對上次跟咗我哋推介嘅朋友，再講一聲唔好意思。至於今次賽事，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匹馬。呢匹馬其實啱啱至贏完，但賽後由於佢嘅狀態一啲都冇低落過，狀態仍然非常好啊。所以幕後立不作安排出賽。收到消息，我認為嚟緊嘅賽事呢匹馬仍然有好大嘅3甲機會。OK， 今次賽事我哋想同大家分享嘅消息馬係第6場13號馬海船幸運。海船幸運呢匹來自澳洲嘅 PPG， 今年已經6歲，隸屬漢賢馬房。計埋今年嘅馬季，佢喺香港已經出賽踏入第3個年頭。海船幸運今季賽事有個好開始，因為上場賽事終於可以贏出嚟香港第1場頭馬。計埋呢場頭馬，佢喺香港一共攞到1貫43季成績，總獎金方面一共攞到170幾萬獎金，計成績同埋獎金可以話不過不失。講返海船幸運上一場賽事，佢報跑沙田1004米賽事，配騎師黃寶嚟，結果以半個馬位距離贏咗偉達馬房嘅自助福星。呢場賽事其實海船幸運沿途嘅際遇都係麻麻地。首先今場賽事收到不利嘅第13檔，另外喺開閘之後又發生咗同其他馬匹碰撞嘅意外，受到輕微影響。雖然騎師黃寶嚟已經好盡力嘗試揾好位，已經可以將海船幸運擺喺馬群算係前列位置，但好可惜，沿途由於都俾其他馬匹頂喺第3、4碟位置，所以大部分嘅途程都要走外碟，要喺完全冇遮擋之下競跑，所以海船幸運喺呢場賽事都幾嘥腳程。雖然形勢唔係咁好，但最終海船幸運都能夠奪得嚟香港第1場嘅勝仗。值得一提嘅，海船幸運沿途喺麻麻地遭遇之下，都可以做出1分21秒40，算係幾好嘅時間。其實呢場頭馬係自從上個馬季喺3月份嘅時候，當時黃寶嚟同師傅首次贏咗頭馬之後，相隔咗接近半年嘅時間，喺今個馬季開始終於可以贏到同師傅第2場嘅頭馬。身為師傅嘅賀賢，如果單計上季賽事提供馬匹俾徒弟黃寶嚟，上季總數有30匹，當中只係攞到1貫1亞3季成績。大家合作嘅成績真係普普通通。當然如果同另一位練馬師文家良比較，無論提供馬匹同埋合作成績，兩個馬房可以話天淵之別啊。上季文家良提供俾黃寶嚟上陣嘅馬匹就有52隻，當中攞到9貫4亞3季成績。另外喺今年新嘅馬季合作，雖然只係5場賽事，但已經喺啱啱過去咗個賽事日又再添1場合作嘅頭馬，所以黃寶嚟可以由10磅仔變咗7磅仔，真係要多謝文家良馬房嘅支持啊！難怪馬房嘅員工都笑笑好話黃寶嚟簡直係文家良馬房嘅主帥啊！睇支持同埋合作頭馬嘅數字真係不容否定啊！當然大家都唔會怪責身為師傅嘅賀賢，關於同徒仔合作嘅頭馬喺上季只得1場，因為上季賀賢渡過一個唔係咁好成績嘅馬季，上季嘅全季只係贏到26場頭馬，所以冇提供一啲有份量嘅馬俾徒弟黃寶嚟嘗試去搏，算係理所當然。由於上季冇乜好馬俾徒弟，所以賀賢盡量都放徒弟出去，希望可以攞到更多頭馬同埋策騎嘅經驗。海船幸運跑完上場賽事之後，沙田休息幾日，後就匆匆俾馬匹上翻從化回下氣，跟住就落翻嚟香港。海船幸運上場賽事贏馬之後被加咗6分，所以今次賽事會升翻上4班出賽。雖然升咗班，但係今次一樣報翻上次贏馬路程沙田1004米。由於升咗班，所以今次嘅副磅比上一場賽事孭少咗9磅，實質只係孭磅113磅。呢個磅數真係輕飄飄啊！另外喺排檔方面，今次抽到第4檔，比上次13檔更加好跑。對於賽事沿途要走3、4碟，
但最終啊都可以做出咧比標準時間更加快嘅時間。所以今次形勢啊應該更加好跑。所以今次賽事聽到消息，知道凱旋幸運嘅狀態一啲都冇低落過，所以幕後對於今次賽事啊跑入三甲認為有一定嘅機會。最後啊今場賽事啊通常應該最少要1至2匹以上咧會孭飛，所以凱旋幸運嘅賠率咧應該唔會太熱。到時咧我哋都會考慮咧投注1 win 3 pay 玩下。當然最終咧睇下佢臨場嘅賠率，至最終咧決定啦。OK， 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咧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俾個 like 我啦。另外咧如果未訂閱我呢個頻道嘅，希望可以得到你嘅訂閱啦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拜拜。